仲喺度盲摸摸北上執雞，聽住啦！深圳商鋪水好深㗎，想喺大灣區穩陣收租，呢個10買10唔買嘅口訣咧，你一定要袋落袋。唔係嘅話咧，分分鐘供樓供到你喊啊！好多友又問我，依家咧深港融合口岸區地鐵沿線邊啲鋪咧最搶手？我賣咗咁多年鋪啦，總結咗呢套買鋪嘅邏輯。第一，買鹽鋪，唔買樓花，睇得到收租回報嘅先係真資產，唔好聽人哋畫大餅。第二，買外街鋪唔買內街鋪，外街先有北上消費嘅流動客源，內街鋪隨時會變死鋪嘅。第三，買闊鋪唔買深鋪，門面夠大先吸眼，深到好似隧道咁樣嘅鋪咧，租客最驚嘅。第四，買地面1樓唔買2、3樓，喺內地做生意咧，地鋪先係王道，樓上鋪咧人流隨時會腰斬嘅。第五，買雙面街唔買單面街，左右逢源先至係王啊嘛。單面街人流咧太薄，好難起租。第六咧，買陽面唔買陰面，即係話咧要買旺嗰一邊，人流多，招牌醒目，租金咧先有抗跌力。第七，買入口唔買出口，截住人流先有得贏，出口位啲人行完都散晒啦。第八，買社區底商唔買綜合市場，依家興口岸經濟同埋社區消費，綜合市場太大太窄，好難玩嘅。第九，買細單位唔買大單位，入場費低，轉手容易，收租回報率通常比較亮眼啲。第十，買準唔買零，要買有成熟規劃、有潛力嘅區域，唔好去買嗰啲零人煙嘅新開發區項目。大灣區投資唔係撞彩，係計數期。評論區留言，我將呢份深圳口岸區潛力鋪位嘅清單 send 俾你。